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安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拍自我介绍。好像大家都不太认识我们，做了那么多影片，结果都没有让大家就是好好认识我们一下。那谁要先开始？有人想好了吗？不要装死，各位，就从你开始啊。好吧。你好，我是建宇，我在团队里主要负责的是所有影片的缩图，还有《台南向前行》100集的缩图。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我们第一天就跟着记者大哥去出外景，我们去台南市议会听他们的质询。因为第一次会去议会这个地方，第一次看到议员就在那边质询，而且那个议员是在我租屋处隔壁，办公室就在那里。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事情，是很新鲜的一件体验。我是华倩。你在我们团队做什么事情啊？我在团队里面当演员。当演员，所以你是戏精哦。我是戏精，然后上台会跟我们导演讨论一下我们的影片要怎么拍，所以这是算一个小的小助理。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好玩的事情吗？有一次我们拍片是去台南一个宴会场，然后当天是遇到很多名人，大家都很 rich， 然后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。真的，你想要成为很 rich 的人？对啊，想要成为 rich 妈妈。重点那天其实蛮不错的，公司就是有给大家一个小礼物是星葱，然后我也有拿到。嘿，安，我是知晴。你是知晴？你在我们团队在干嘛？就是剪片，然后发文，然后再拍片这样。所以你也是演员？算是啊。所以你也是戏精？你跟刚那个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是比较冷静的。好，你是看得出来。你自从就是在这个团队之后啊，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？心得就是我从不会剪片，然后到现在会剪片，自己学，然后还有吃了好吃的海鲜餐吗？就是去那个记者学会的时候吃了很好吃的海鲜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妍。好，你在我们团队在做什么事情啊？主要的话都是所有影片的逐字稿比较多。有没有什么特别啊、有趣的事情？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图书总馆，就是去跟外景，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只知道它是从早上9点开始，然后我们就进去开始拍，想说中午前可能会拍完。然后没有想到我们那一天排到下午，然后等到回到大厅准备要回家的时候，全身酸痛的那种，感觉很酸的，站一整天。所以其实就是像双子星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其实也平常蛮辛苦，因为他们出外景或者是采访啊什么的。OK。嗨，我是皮奇。Hello， 你在团队是做什么的？团队就负责规划影片啊，然后偶尔拍片啊，然后剪片。剪片是之前跟我一起剪的啊。那你在拍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啊，或是你印象深刻的事？蛮多的，之前有拍一支那个运动大会的影片。对，那天其实有点下雨，然后地上有点湿。对，我记得天空蛮阴的。对，我真的很怕大家跌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真的很怕因为我有一点洁癖，我真的很怕那个球就碰到水，用起来就很恶心。那天大家都很累啊，对啊，很辛苦大家。嗨，我是子文。Hello， 你在我们团队是做什么工作？大部分都在做社群的图比较多，有时候会去剪彩当摄影师跟器材的。还有演员呢？比较少啊，我喜欢拍人就好。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要分享？我们第一次去电视台帮忙拍摄节目的时候，结果好像人家原本节目都拍得很顺利，可是我们一去设备就开始坏掉，然后录不好。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真的我们第一次去就器材就坏掉了，超衰。嘿啊，大家好，我叫侯医生。请问
问你在本团队担任什么工作？我在团队主要的工作有帮忙设计，然后偶尔剪一些影片，跟大家一起想企划。那在执行过程中有怎样的心得或是有趣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吗？大学大家很少会聚在一起，因为这个毕制就多了很多相处的时间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就是难得，然后又很珍贵的一个回忆跟过程。因为我们通常会熬夜，就可能会去叫 Uber Eats 或者是 Foodpanda， 然后去吃东西，然后就是每个人的体重就是有点变得太多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自我介绍算是拍完了吧？大家算有认识我们吗？有要跟大家握个手吗？握手，交换赖啊。对啊，还是跟大家交换一下赖啊、IG 什么的啊，对啊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一支就是传说中的行动电源，它又是我们去参加记者大会，然后拿到的礼物。你这是戏精哎，难怪是演员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